来乡亲啊，这礼拜五就是5日节哦，云林虎尾镇公所庆祝肉粽节，特别来举办着白粽的比赛。这乡亲拢来点功夫、拼手艺，看食白的粽较好食。比赛开始，参加欧巴桑妈妈赶紧冲过白粽。这包粽的速度、包肉粽的技术和肉粽的大细粒，拢是拍分数标准。今日要包肉粽足欢喜的啦，健康啦，老伙健康啦，体好就大家好啦。由虎尾镇公所举办的白肉粽比赛，拢总有30组队伍报名，大家拢是要展现白肉粽的功夫，嘛希望借这摆比赛和大家智慧交流。透过咱的社区吼，大家共同来办这个包肉粽的比赛吼，啊，互咱这个疫情当中，大家会当出来输液一下吼。另外，活动还有社区表演和抽奖，气氛热烈滚滚。为了做防疫，刚好大家包粽，无开放现场吃，希望互乡亲安心活动，欢喜过节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